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体讨的体第7条。体就是水母的意思，咱即马讲是赤细胞动物，也就是腔肠动物。身体汤光，顶面亲像雨伞，下骹有骨落肌、鸟手，品种真济，有的真毒，有的会当食。会食的拍干了后，做海体来冷拌，食起来 QQ 脆脆，一般拢是拌菜咧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海体，就是水母。古早有台语字典冇收水母这个词。第二个词是一句俗谚语，读做提骨虾做目。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讲水母无目睭嘛无耳仔，唔知影危险，咪和虾仔做伙，若是有危险就对咧走。混看来讲，有时阵讲一个人无啥物主张，人讲啥伊就讲啥，嘛会当讲是两个人两款生物互相依赖生存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普通时伫咧卖海体这款盘菜，因厝边是咧卖凉的，大概人客坐来交关，拢会互相推销。两个人加减拢会请人客交关一下，有影是提骨虾做目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提供互大家参考。